交通部讲，明年6月进前，伫路口上车、落车敢若会罚款被记点，也毋过这车辆若是白牌是会照常记点的。即马大家拢会怨叹讲，这政策是改了伤紧啦，所以大家是未赴来应变。也若车辆搭杂日的纸，可能影响交通安全的问题。即马交通部已经咧讨论啊，上紧伫明年3月就会提出应对的方案。 咱国汽车隔热纸透光率无标准，一直引起讨论。因为袂少国家拢有针对汽车隔热纸进行检测，日本甚至有设检测员。对于隔热纸的规范，交通部是讲，明年3月开始就会有相关的方案会公布。首先会针对营业车来做规范。那这部分我们现在已经有委托一个计划在做。那明年3月会先对计程车。 那明年9月会研究对于小汽车的部分，隔热纸的这个侦测的这些仪器也要检验。各界关心道路交通安全，交通部甲内政部再去针对道安合理执法到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交通部进前对于记点制度做修正，路口公车站牌附近临时停车，明年6月进前减慢记点，按过双排停车维持罚款甲记点。政策几落改修正，交通部是讲已经甲警政署充分讨论。针对最近的一些大家感受到的，包括检举的一些这些乱象，事实上我们内部也做了很多的讨论。那现在会针对财划细则第12条。 因为在财划细则12条是说不影响交通得不举发。交通部认为执法也是爱看所在，像讲顶下卡停车已经要求地方政府都要留互行路的人会当通行的空间。对于未来此地的做法会做调整，嘛会过来做持续讨论。记者综合报道。